为着要来防止抢买喙罨的乱象，政府下令征收全国的医疗喙罨，由中央统一来管制。今仔日开始到2月15，做喙罨的工厂袂当阁对外来贩卖医疗甲外科用的喙罨。这个喙罨一台8块，民众嫌贵，政府嘛宣布，明仔载开始，这个喙罨条杠一台变6块。到超商买，每一个人上最会当买3片。台中的超商，昨走3间有2间买无，今仔日走4间有3间会当买到咯。这个喙罨补回速度已经加真紧啦。另外，这个美食的卖场喙罨紧急来补回，一个人限买1盒。有真侪会员一透早就去排队抢买，若是伤晚去，原仔嘛是买无。美食大卖场透早就有人咧排队想要买规箱的喙罨，抑过工作人员举牌啊讲已经卖了去啊。大家同款无想要走，都是想要买喙罨。有一些会员真的应该都有听到我们在讲，现在都没有口罩。没有人出来讲，在外面排在前面点慢慢谈，我相信一定现场有些人有听得到啦。政府管制喙罨规定，超商一人会使买3片，伫台中进前一天行3间到2间买无，即马行4间有3间会使买到喙罨，补回速度已经真紧啊！你这个早上来买才买得到哦。这个。喙罨工厂门口透早就有人咧顾，原来政府统一征用医疗喙罨，业者紧急促销500张排队的号码牌啊，为1月31到2月15这段时间，无要阁卖医疗甲外科用的喙罨，抑毋过一般用的喙罨，同款是买会到，咱乡亲免紧张。那目前我们希望我们的日产应该可以拼到1天大概是60万片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口罩的一个产出量。武汉肺炎真严重，政府为了要防止囤货，统一调度喙罨，抑过民众是人人自危，四界咧收钱买喙罨，就惊讲变成受害者。